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76篇8至9節，你從天上使人聽判斷，神起來施行審判，要救地上一切謙卑的人。那時，地就懼怕而靜默。你從天上使人聽判斷，神起來施行審判，要救地上一切謙卑的人。那時，地就懼怕而靜默。全能者永活神，你配得我哋尊崇同埋仰賴，甚願將一切榮耀頌讚歸於你。你嘅公義如日光照遍全地，驅走黑暗，審判罪惡。祈求聖靈光照我哋，要以心靈誠實敬畏神，尊你為大，傳揚真理，見證你奇妙嘅作為，又常常思想神復活嘅大能，有你同行人生嘅旅程，經歷你扶持同埋拯救。神啊，我哋以真誠嘅心頌讚你信實嘅榮美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